林斗六市公所举办着文旦的冰鉴，评审讲，虽然受到风台的影响，产量少，外观嘛比往年较歹，不过整体拢有袂歹的表现。 斗六市公所逐年拢会举办文旦的评鉴活动，希望透过比赛，让文旦的品质越来越好。总共有70位农民报名总年产量3800公吨斗六文旦是有鱼翅文旦之称。那未来呢，大家想要选购，就会知道说斗六文旦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评鉴的这个制度。公所今年忙邀请到嘉义大学、甲农业企业单位的专家来做评审。虽然稍微早了一点，提早早了一点，但是 整体来讲，肉质表现得特别好，糖度酸度这两个的表现出来都非常的理想。今年因为风台，全台的产量都较少，不过斗六市的文旦较无受到影响。9月13、14号这2天要举办我们斗六文旦的嘉年华会，欢迎所有的消费者直接跟我们的农民这边采购。市公所嘛把得奖的参赛者资料做公布，方便民众来买优质的文旦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